伫咧花莲美仑溪边树啊是生了真旺，有部分的民众就认为爱定期修剪。不过官府是表示，因为这个所在是国家第一级保育类必保重要生态地，若去剪树啊，恐惊影响到生态，且民众都爱共同体谅。这是花莲市区美仑溪往出海口的爆花，步道边啊山坡顶树啊生甲正白，有民众投讲看袂清楚，要求修剪。不过这也是胡佛这种必保重要的栖地，过度的人为干扰会影响人的生存。这个地方将近有50只的胡佛在出没，那也很感谢这些胡佛选择在花莲。那在修剪树木的过程里面，一定要谨慎跟小心。那如果随意修剪，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生态跟栖息。台湾胡佛这种必保是濒临绝种的一级保育类野生动物，全台湾只有260只，其中花莲就50只，包括住伫美仑溪边北滨公园，也有附近的学校。官府甲美仑溪出海口列做二级海华保育区。县府这2年其实也特别针对树木修剪这件事情去做教育训练，不要过度修剪。那一个是保护树木健康，一个同时也维护台湾胡佛它的栖地的完整。负责生态调查的团队讲，美仑溪边食物真多，规年冬天拢会人记录到胡佛。伫台湾本岛也只敢伫咧花莲市会当看到，免怎珍惜，互人甲密保会当共存，是即马大家爱注意讨论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